任賢齊不嬲都係娛樂圈公認嘅好男人、好爸爸，所以請小齊上到嚟呢一個慶祝父親節所搞嘅節目，好友同眾爸爸好錄影就最適合不過啦。仲有1個月就係1年1度嘅父親節，各位孝順仔女仲有時間諗下點樣同爸爸慶祝。小齊嘅囡囡有冇表示就仲未知啦，不過小齊就事先張揚，佢今年嘅父親節咧係要喺工作中度過㗎。講真咧，我過幾日就開鏡啊！我哋新戲要拍啦。我唔知導演有冇時間俾我哋過父親節啊！導演我諗唔會俾我哋有時間啊，因為佢做嘢嘅時候好瘋狂嘅，喂唔使瞓覺又唔使食飯嘅。但係咧今年過父親節嘅心情又會唔同，因為除咗可以同我爹哋一齊過之外，我可以同我仔女嘅爹哋一齊過啊，所以心情係比較特別嘅。小齊長期的穿梭兩岸三地工作，最近又要拍劇，又要忙住推出新專輯喎，為嘅都係賺錢養家啫。只不過小齊話佢啲仔女都開始嫌佢呢個做爸爸嘅少時間陪佢哋啦。有時候同我仔女傾電話嘅時候都，佢都問我你喺邊啊，爹哋點解唔翻嚟啊？我就解釋爹哋要做嘢啊，點解要做嘢咧？或者要賺錢養家，點解要賺錢？解釋好耐喎，但係都希望好好揀工作，做好 balance， 家庭同埋事業都好緊要嘅，所以想做好我嘅工作就仲爭取多啲時間俾屋企人。呢一日出席活動嘅仲有林一峰、劉浩龍同埋黃婉芝。原來一峰一向都好想同小齊合作㗎，今次佢就得償所願啦。事關一峰為小齊寫咗佢出道以嚟嘅第一首廣東歌，一峰仲大讚小齊啲廣東話歪歪地，搞到首歌好特別添。咁有自己風格啦，不嬲都。其實咧有啲對阿小齊唔公平嘅，因為佢真係好努力咁去學廣東話啦、講嘢啦、唱歌啦。咁但係咧得到最大嘅反應，大家中意佢嘅嗰樣咧，竟然係歪咗少少嘅廣東話。咁我其實有啲戥佢唔抵，咁但係又覺得既然大家中意，大家開開心心，咁不如唔好講咁正啦。其實師兄同小齊都好友誼㗎，除咗今次一齊錄影節目之外，早前師兄更加參與咗小齊首新歌《氣管炎》嘅 MV 拍攝。呢首歌咧係想表達男人喺結婚之後俾老婆管得好嚴嘅辛酸事。但係師兄又未結婚又冇拍拖，演繹起上嚟咪有啲難度咯。錄音嗰日我係咁望住佢哋死，因為其實我平時錄歌都好容易投入到嘅。咁你即係唱情歌啊，咁都會有呢啲咁嘅感覺。佢真係講我結咗婚要拍老婆出去玩，真係未想像到咯。係啊，咁所以我靠晒佢哋嘅感覺係點啊？即係咁樣佢哋點解好似幾慘咁喎？真係結咗婚，咁就少少喊下。至於形象一向都係乖乖女嘅 Ivana 黃婉芝，原來佢都係一位孝順女嚟嘅。事關佢已經一早預留咗一整日嘅時間喺父親節陪住爹哋啦。因為我母親節同媽咪打麻雀，所以父親節都要同父親打麻雀，因為佢就會呷醋啦。但係3缺1喎，你同埋爸爸同媽咪係嘛？我仲有哥哥，啱好係同一台嚟。